个活动做一个结语，恭请前人致辞。恭请前人致辞。大众请起立。恭请前人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好，各位请坐下。今仔日咱大家伫这个所在来表扬咱伟大母亲的这个母亲节的活动。虽然是讲咱无有足珍贵的礼物，但是相信咱各位伟大的母亲以及咱所有在座成员以及参与的人员，拢会当感受到伟大母亲的这款的爱心以及着亲情，所以会使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。那当然嘛，希望讲今仔日借这个因缘，今后咱这子女对母亲、对爸母，拢爱大家会当像今仔日安尼，好好来照顾咱的宝贵、伟大的爸爸妈妈，因为若无爸爸妈妈甲咱请，咱今仔日就无咱，所以为什么咱中国人足重视这个孝道？因为这个人生来到世间，所有的动物，会顶动的动物，互较做一个比较。你捌看鸡仔囝孵鸡母孵鸡仔囝，迄个鸡仔囝出两壳的时阵无？鸡仔囝当出世，鸡仔囝就会徛。就会行，狗仔、猫仔出世，伊家己就会徛会行。迄个牛、马、羊、猪、狗出世就会徛会行。所以动物伊就袂晓要友好伊的爸母，因为伊出世就会行。但是咱人出世啦，要古早讲啦出世，咱爸爸妈妈，互咱食年食3年，所以叫做3年如卜，3年。因为咱囡仔出世较早的物件较无即摆遮好，所以有当时囡仔就爱少3岁才会行，3岁才会行。所以因此呢，咱过去的圣人才甲咱教，咱为什么爸母转去爱带下3年？因为这3年带下知影带这3年的下，感恩爸母，咱伫这个出世到3岁，安尼甲咱请，甲咱养，所以爸母的恩足大。囡仔出世会行袂？会袂所以是爸母有妈妈甲咱爱，甲咱疼当然这个时代就物资较富裕无有当时爸母要请咱成人，有当时较早啦真较无较老辈上好学，即辈佫近迄辈拢较知影。有当时生囝生5、6个，活无2个，因为安怎讲，破病、感冒也有死去，爸母的妈妈的迄个心，甲迄个精神拢白了，所以因此呢，也希望咱今日各位在座，借着这个今日这个母亲节，也会当好好以后转去。更加友好珍惜咱的现在的爸母，尤其当然啦，今日互较看的
拢是年轻的啦吼，也嘛真侪年长的有来啦吼，也希望咱大家拢有爸母，咱若假使讲今日有爸母在世，咱爱好好珍惜最后这段时间，因为安怎讲，人讲搁有效无遮久啦，哦对无？爱珍惜哦，所以希望呢，咱伫咱即今日这个孝亲的表扬，会当真正落实伫咱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，即咱爱咱的囝，爱咱的囝，细汉囝，会晓友好，咱即摆就爱会晓友好，咱的时代，安尼啦吼，咱若袂晓友好时代，你敢若讲了，即摆的囝甲咱友好，这足困难，所以咱呢，希望即个姻缘也会当互咱大家今后伫咱天下父母，咱大家拢会当过着真幸福、真快乐的日子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们请前人留步，感恩前人的慈悲祝福。现在我们要邀请各单位代表上台来跟前人一起切蛋糕，庆祝我们的母亲节活动圆满成功。麻烦服务人员帮我们把母亲节的蛋糕推出来。各单位代表的模范母亲也到台上来。